在线。这首诗我真正较无吟唱，较无知影讲伊的旋律吼。咱倒一届，咱先读，我们先念一次他的歌词。咱先来读这个第一站吼，来，献祝。发生，达威拍袂开花，讲你也要搁对天顶监察人类社会。咱第一站咱来宾唱一届来。第二首的圣诗552首，第二首的圣诗552首，这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咱对第一站来哦。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行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的保护。死的岔路，灿烂光明，摇头看伊来真情。上主无打真正，着真正，着真正，我靠我主来真正。咱唱第四节，咱若专心行主正路，真是军队主耶稣，教会福气平安。
同齐脚步，勇敢经过黑暗路。我靠上帝好大真情，着真情，着真情，我靠我主来真情。咱团练习歌的时间到这，咱三个备办先备办早时的礼拜。耶和华，求你，互我看见你的慈爱，搁将你的救恩赏赐阮。我愿听全能的耶和华所要讲的，因为伊要对伊的百姓，甲伊信的百姓讲平安，总是毋通搁去烂惨行。咱即摆要来吟诗，信诗46首，信主要搁再临无恩地。咱一个唱就好啊，一个唱。公
生命。你是伟大奇妙尊贵，神主最名一切，你的地定万机几乎是兄弟。感谢上主，在这动荡的时代，我们怀着盼望与不安的心聚集在你面前，求你安慰受伤的心，坚固我们的信心，引导我们放下成见，学习倾听与同行。愿我们在你里面寻得平安，愿这片土地带来温柔与光明。我们用耶稣教导我们的祈祷，我们向你祈祷。阮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啥伫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离弃，就给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今仔日客运文是30篇，我来客，会众来应。我抬头看山，我的目睭为上主来，伊袂互你跋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面。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你是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处理力，上主会保护你。咱来祈祷，公义且慈爱的上主，感谢你在这多变的时代中仍然掌权不变。我们今天聚集在你面前，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救赎，也带着我们深爱台湾的心，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昨天我们经历了罢免的投票，这个结果对许多人来说是失望的，心中有哀伤，有无力，甚至灰心。但我们也看见，在这罢免的行动中，许多人勇敢站出来，投入行动，使社会愿意面对彼此的责任跟选择，走到投票这一步，是台湾民主成熟的一大步。主啊，求你安慰一切在这过程受伤、丧志、感到无助的人，愿你用你的话语和慈爱亲自抚慰人心，擦干眼泪，恢复信念。我们也看见这场行动使我们的国家陷入更深的撕裂跟对立，而这不会因为投票结束而消失。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时刻不被立场画出距离，而是愿意放下成见，彼此聆听、尊重与对话。求你使我们的心温柔，不求胜负的答案，而愿意寻找修复关系的路，不逃避困难的问题，而有勇气共同承担未来的责任。愿这块土地上面有我们所爱的家人、朋友，还有邻舍，也有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主啊，求你保守台湾社会不会陷入报复、讥讽、自我放弃，而是在风暴后仍选择相信你与我们同在，也彼此扶持，为共同的未来持续努力。无论结果如何，台湾依旧是我们所爱的台湾，你依旧是公义的上主。现在我们愿意放下心中的杂念跟焦虑，单单专注在你身上。愿你的话语坚固我们，愿你圣灵引导我们，使这场敬拜成为我们重新对齐你心意的时刻。
我们如此祷告，是在救主耶稣里的名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好，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文是哥罗西书2章6节到19节。那，姐妹念奇数节，然后弟兄念偶数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已经点几滴，就一受起做对神来坚固，照恁所捌做的假事，满满感谢。毋是做祈祷，因为上帝性质是丰盛，拢照背伫伊。但伊恁也已经受割礼，毋是用手来行的割礼，就是基督的割礼，褪去的身躯。高冷情为罪过，甲肉体的无关联，打上帝互恁甲基督同好，以赦免咱当中的罪过。既然拜会天主的掌权的，就讲显明点个，所以无得因为。这个拢是将来的事的影，若是真就是基督的。无连大伫迄头，全身拢是靠迄头，最少就责任的联络，照上帝所授予的心中来行中。后来请信歌队用诗歌带领咱阿罗上帝，伊要唱的诗歌是天父的双手。阮请信歌队。你的小酒。
大家到底有相听无？有哈。为虾米讲着有相听无？我介久无转来做礼拜，即马咱的献歌队愈声愈来愈好听，家己有发现无？有哦，安尼有发现讲男声小可较可怜。即马4个人尔定呢，咱的兄弟啊，你有相听无？咱兄弟拢无声，兄弟有相听无？来唱献歌队哦。无爱卖互阮两个长老遐辛苦伫遐唱男高音对无？呀，互因唱男高音唱甲遐辛苦，较侪人来。我较早伫咧合唱的时阵讲，男声爱有女声差不多2倍，声带有够。因为男生是较低音，迄声较袂像高音会当传出去。恩赐来唱献歌队哦。我看遮阁有啥物人比我较细汉？平恩来唱献歌队哈。好，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我会当自己伫遮做伙来亲近你的话。求你，互阮每一个人通过你的话语，会当更较了解你的心意。愿你献上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免。拄则伫咧读经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嘛足相听的。妇孺只是看台语较无好，总是无要紧。咱大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安尼嘛真好，对无？大概拢顶悬的人伫读。下骹的人拢毋知伫咧发呆，是咧创啥吼，所以做伙来读经嘛是真相听的代志。较早有一部电影叫做《万家》，有看过无？内底有一句话真有名，叫做“意义是”，迄两字袂使伫遮讲。我只知道义气，
听过无？啊，拢无吗？大家拢无咧看电影，敢若我咧看遮阿萨布鲁的。即句话在讲一个罗马囡仔，因足重视啊，要有义气，要相挺。总是即句话，敢若会当出现伫罗马囡仔的中间。为虾米？有一种人叫做罗马囡仔，有一种人叫做角头大的。这无共对无？罗马囡仔伫遐打杀拢是罗马囡仔。罗马大的还是角头大的？当你问伊讲你有相挺无的时阵，角头大的可能会思考：哦，要甲你相挺，安尼你是毋是爱讲要挺你啥？是毋是爱考虑讲安尼相挺落对我的角头敢有无好？若是无好，伊可能就会含你打太极拳。会讲哎呀，后届再讲啦，即届咱来食饭，讲遐济，要创啥？角头大个拢真巧，知影家己所需要是啥物。对于咱的角头，啥物是好，我得要来做。早期的教会嘛是一个新的角头，大家听起来怪怪对无？本来拢是犹太人，拢犹太教啊，即嘛有一个新的大叫做啥物名？叫做耶稣，伊开始讲，哎，较早因讲的拢毋对，所以有一个新的角头。伊讲弥赛亚已经来啊，阁有一个人叫做保罗，世界去含人讲，这弥赛亚是叫做耶稣，已经人会所期待迄个救主已经来啊。就算讲保罗叫人掠去，毋知是毋是互别个角头掠去啦，毋知啦。可能别个角头去报政府，所以保罗就去掠去，叫人掠去。哥罗西书就是迄当时保罗叫人掠去的时阵，伊写批含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来讲啥物是真正的信仰，含因讲啥物是福音的愿望，基督是上帝的荣耀，佮讲到教会的关系。今日的经文，佮讲到，哟，教会内底有一寡异端邪说进入了教会。封闭异端邪说对我来讲就真趣味，因为我嘛是一个做宗教研究的人，我定定会有机会和别宗教的朋友，还是讲机构来接触。嘛定定伫做宗教之间的对话。我顶礼拜就去一个跨宗教的一个营会内底来宣传《新书架》杂志。我嘛参与着一寡的行程。我伫迄暗有一个泰泽祈祷会，咱教会嘛有举办过泰泽的祈祷会。我着和台湾一个真有名的法师，阮两个坐隔壁做伙来泰泽祈祷。泰泽祈祷差不多1点钟了后，迄个法师，伊嘛是一个教授，伊就来和我做伙来讨论伫泰泽祈祷的中间，伊有拄着一寡疑问，伊嘛和我请教。总是我嘛是一个基督教的传教士、宗教士，伫迄个营会中间，阮做伙食饭，我就互因请阮来做饭后的祈祷。大家无感觉怪怪吗？饭后的祈祷，哪有饭后的祈祷？伫佛教，因会食饭的时阵，因为有因的仪式，因一开始是叫做供养。听讲，我惊大家看。我用讲无清楚，所以就做 PowerPoint。供养是啥？伊讲供养佛、供养僧、供养一切法界众生。因的期待是啥？因的期待是将因所领受的灵者，嘛是爱互佛法僧因上重要的核心的因的宗教的核心。所以因伫饭前会安尼祈求，即部分。
我拄仔讲我是饭后的祈祷嘛，饭前的祈祷是另外一个传教士伊做饭前的祈祷，所以伊伫饭前祈祷嘛是感谢上帝所的赏赐。安尼饭后咧，饭后因咧祈祷啥？因饭后因嘛会祈祷啊，因祈祷讲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因为普教因食饭和咱无共款，因伫法会还是伫阮伫佛学院内底食饭是啥？遐个饭钱拢毋是师父因出钱的，拢是啥？信徒供养的。包括阮遮去食饭的嘛，是因的普教的信徒供养阮遮做传道的伫遐食饭，所以因望遮个供养的人，因安那？因为因的供养会得到普祖的照顾，因为因真欢喜来施舍，所以因会当得到安乐，安尼嘛真好对无？这所有的结束了后，会做一个节灾最后，讲饭食以弃，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足佛法。你讲啥？讲这所有的一切，咱食饭这件代志已经结束，食饭这件代志拢已经结束，这一切拢会当满足普祖的教导。安尼真水啊，安尼真水。所以伫迄营会中间，安尼特别讲直播的顶管想讲转不对频道。所以伫咧营会中间，主办单位是普教为主，所以因可能较无了解基督教的仪式，所以因安排2摆的祈祷，望会当对应着供养甲节灾。内底嘛有一寡基督教的同工，下面合作的基督教同工就讲，保险传道安尼，麻烦你伫饭后的祈祷是一个祈恳祝福的祈祷。我讲安尼真好啊，安尼食饱，安那爱去骨来做上帝的工对无？所以我就用大家食饱，领受上帝的恩典，大家爱去跑走天路做结束的祈祷。你要看迄个场面，一半是有头毛的，一半是无头毛的，大家做伙来祈祷，感谢天公伯上帝，迄嘛是真水的一个画面。其实即种跨宗教的活动，我拢袂惊啦，因为咱的信仰是啥，咱真清楚。这种是咱敢真正真清楚。我上惊的就是伫咧基督教中间有一寡异端邪说，讲敢若和基督教真相像，但是毋是咱基督教的思考。最近。还是讲，这20-30年，伫台湾基督教有一个真危险的代志。有一个太太伊失业，伊无工作，伊摕出伊的钱来凭信心奉献。1个月了后，伊还久未找到工作，所以牧师喊伊讲，你的信心无够，爱拍拼祈祷。佮较可怕的时阵，佮较可怕的代志是讲。迄个牧师佮喊伊讲，你爱先愿意奉献，你奉献越多，祝福越多，所以伊较拍拼奉献。过2个月，迄个太太破病，牧师就喊伊讲，你破病是因为你的信心无够，你爱斥责撒旦的攻击。所以伊失去头路是伊信心的问题，伊无法度趁钱是因为奉献无够的问题，伊破病是因为撒旦的问题。伫这真完美的逻辑的中间，这个太太永远拢是问题的中心。这是咱定看到一寡教会的教导，这种教导叫做成功神学，听起来。信心无够爱祈祷无问题啊，你爱愿意奉献上帝会互你祝福无问题啊，你破病爱祈祷嘛无问题啊。总是若甲遮个物件、遮个想法变成做迄个人的问题，这就是大问题啊。若是一间教会伫教成功神学，敢是一个健康的教会？
这种错误的神学会互人家己怀疑家己，也会怀疑上帝。就算迄间教会愈来愈大，吸引真侪人，真正会当互遐个信徒因全身躯通过紧结结结，得到营养，互相结连，照上帝的旨意继续成长嘛。这是我的疑问。这嘛是今日咱的经文中间，咱看到哥罗西教会因拄着的困难。保罗伫今日的哥罗西书一开始，伊就和哥罗西教会讲，啥物是耶稣基督，嘛和哥罗西教会人报告家己伫做的一寡事工。然后因就开始哥罗西教会讲，恁拄着一寡异端的讲法。伊伫第六节讲，既然恁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主，就甲伊结连来生活，照恁所受的教示，伫伊内面顶滚受起造，信心得到坚固，充满感谢。我读的经文是现代台语译本，所以你即摆若看你手头的圣经，字小可无共，我这译本是较新的译本。保罗伊真烦恼，讲伊无法度到伫哥罗西教会遐和遐信徒见面，总是伊嘛烦恼，遐个人会拄着一寡异端的讲法。因望伊写即张批，会当互因伫真理中间会当徛会在，认捌着基督是完全的基督，是至关的基督。所以因拄着啥物异端呢？头一个异端叫做知识派，知识派着客头壳的啦，迄个派嘛叫做诺斯底主义。保罗讲第八节，着谨慎，毋通互人用空洞虚假的哲学甲恁迷去，因为遐个学说是根据人的传说甲支配宇宙的灵，毋是根据基督。哇！这在座若是有人读哲学的，心内一定会足气的。保罗为虾米会骂阮读哲学的？哲学是伫遮意思是讲喜爱知识，介意知识，介意知识嘛无问题。哲学是一种思考方式嘛无问题。总是伫遐个人因为因得到特殊的智慧，因就认为讲得救免靠基督，靠啥？靠我的头壳，我的了解，我的知识就好。所以因安那，因讲基督无效啦。靠我的头壳毋着对啊！甚至遐人讲啊，我有知识，我有头壳内底内底物件就好啊，所以我的生活放荡生活嘛无要紧。这是迄当时哥罗西教会拄着的问题。有人在讲靠头壳就好，放荡生活无要紧。保罗就来警告哥罗西教会讲：你莫互遐哲学。还是讲空洞虚假的哲学来拔去，还掳走，遐个话是无正确的，是欺骗的话，欺骗恁无信基督。迄当时的哥罗西教会嘛，拄着一寡人伫主张宇宙中所有物件，风、雨、大树。石头，啥物代志，拢有灵体。遐个灵体是会当掌握人的命运的。保罗就讲，迄毋对，因为上帝完整的圣神踮伫有看会到的基督的形体内面，互恁甲伊结连成做完整。伊是元首，超越一切灵界的统领者甲掌权者。这有形有体的基督，才是掌管一切。基督毋是一个天使，毋是和其他迄个石头公、土地公共款的，伊是完全的上帝。莫阁讲遐个物件，遐个物质的物件会当比拼上帝。保罗望伊讲的，会当互遐个相信诺斯底主义的人，你莫阁相信啊！
迄毋是。刷落来，佫有一派，其他经文中间嘛出现叫做犹太教的律法派。这个律法派的人相信爱继续遵守摩西的律法，甲行吉律。保罗就甲伊讲，你嘛已经有接受甲基督连结的吉律，毋是用人的手，是通过基督的吉律，将恁的罪性的肉体来摕起来。对洗礼，恁有甲基督正做伙埋葬。佮对洗礼通过信，互基督对死人中搁活的上帝大权能，互恁嘛甲伊做伙来搁活。保罗认为讲，莫搁相信遐个人讲爱搁行甲礼啊，恁已经和基督做伙洗礼，恁已经有得到新的活命，恁的内心已经得到清气。洗礼已经成做一个记号甲见证，来讲到咱会当和上帝做伙来过活，咱会当甲上帝做伙来过活。对着信心，这一切功效就会伫咱的内面来成就。所以保罗继续讲，恁以前因为犯罪，佮肉体无受割礼已经死，毋过现在上帝已经互恁甲基督做伙过活。上帝有赦免恁一切罪过，撤销对咱不利佮有法律效力的照顾，甲伊顶伫十字架顶，互伊实效。基督已经完成一切。咱欠上帝的借据，咱欠上帝已经无去啊，因为咱人和上帝招的敢嫌会起。咱行袂起，保罗下面讲，拢已经结束啊。所以保罗继续讲伫16节、17节，伊讲到，所以毋通伫啉食、守节期，也是真济安息日的问题，互人批评。遐个毋但是代志的影尔定，基督才是实体。犹太教的所有规定，恁莫阁遵守啊！遐拢是影尔定，影要创啥？影要来表明真实的本体，敢毋是？咱莫阁看迄影，是爱看基督的本体，基督的本体。这是保罗和遐律法主义的异端，因来讨论的，恁遮的讲法毋对。最后有一段短在讲到，迄当时嘛有敬拜天使的一寡人。保罗讲，毋通受遐个假谦卑拜天使的人影响，互恁失去应得的报偿。迄当时已经有真侪人，有几千年在敬拜天使的传统，咱可能对旧约中间嘛看过真侪天使，讲过真侪天使。总是迄当时有人开始在拜天使，袂记得天使后壁是啥？是上帝大爱，重点是迄个大爱。迄当时阁有一寡人想讲，咱圣洁的上帝，伊哪有可能创造一个有罪的世界？这个世界遐尔破败，上帝敢有可能做这个破败的世界？无可能。所以上帝是安那？上帝是创造天使，阁有无共款阶级的天使，有一泡的天使，有两条蛇的天使。这下骹的天使，才在做正这个世界。因为天使法力比较弱，所以造的世界比较烂。绝对毋是上帝做的。迄当时开始有人在传即种的道理。保罗含讲，这毋对。而且恁阁讲，基督敢若是遮个天使中的一个，安尼阁较毋对。所以毋通去拜天使。遐个人挖靠幻想，照人的想法，无根无据，自夸自大。
安尼是甲咱的头基督断绝关系，安尼会失去生命的供应，变成做断骹断手、无完全的奇怪的人。对这个头，咱应该爱结连伫基督，对这个头全身躯通过紧甲结得到营养，互相连结，照上帝的旨意，才来继续成长。教会应该安尼，敢毋是？爱有基督做头，规个身躯才会当得到润泽，发挥作用，来活泼成长。总是保罗迄当时拄着的哥罗西教会，因面对的问题，就是去互迄个时代因经济价值观牵咧行，敢毋是？保罗迄个时的哥林多，毋是哥林多，哥罗西教会是安尼，所以伊劝因讲着谨慎，毋通互人用空洞虚假的哲学甲恁迷去。现代的台湾人，咱生长伫一个世界经济发展真悬的所在，伫资本主义的世界，咱嘛望咱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安尼就会当带来财富甲物质的成功。这是资本主义的想法。付出愈大愈多，就爱得到愈多的回报，敢毋是？咱会望安尼，总是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互咱会得价值观。这毋是上帝互咱价值观啊！保罗佫讲，所以毋通伫邻者守节期，还是安息日的问题，互人会批评。咱台湾人伫过去咱的生活中间，是伫一个儒家的社会中间来成长，也定定和咱的生活有冲突。父父君君臣臣，父父君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儒家的价值观。总是这敢真正是基督教信仰带互咱的信仰价值吗？这可能嘛毋是啊。最后，保罗嘛有讲到，遐个人倚靠幻想，照人的想法无根无据，自夸自大，甲头基督断绝关系。咱台湾基督徒有真侪人无靠家己来确经基督。无真实和上帝建立关系，这敢真正是好的基督徒吗？这三项拢是哥罗西教会拄着的困难，上是嘛是今日咱的教会拄着的困难。这拢真做异端的温床，真做扭曲福音的温床。就很亲像我一开始讲到的成功神学，基督会当成做咱解决生活中的各款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健康问题的工具。基督变成做工具，因为一个人是毋是成功，就会当成做上帝对伊信仰的评价。成功的人，才是得到上帝欢喜的人。这毋是福音，这是祸因。那咱定定伫思考着，上帝啊，你到底有相听无？好亲像罗马囡仔共款，只讲义气，不讲义义。安尼咱着爱细致。咱对上帝的认捌是毋是毋对的？咱是毋是甲上帝当作有眼光伫使用尔定？耶稣伫路加福音第11章特别强调天父祈求甲倚靠伊的重要性。伊教导门徒的祈祷文，就是咱主祷文的一部分。伊嘛提醒咱爱倚靠伊，是互伊成做咱的救主。伊讲，所以我甲恁讲，求会得到，
找会找着，拍门会家己开。总是咱期待伊开门，毋是用世间的价值。安尼咱找伊、求伊，就望伊会当照咱所求的开门。安尼上帝敢阁是老大的？安尼咱会拍门，爱求伊赐咱啥物？还是咱要安怎伊来祈求咧？路加福音第11章13节讲，恁的天父伊一定会将圣神赐予恁，赐予对伊祈求的人。耶稣伊祈求，耶稣望咱祈求的是属灵性命的赏赐，所以伊会赐落圣神。这也是今日哥罗西书中间一直讲到的，咱伫伊的内面爱得到丰盛，是属伫灵魂性命的丰盛，是含基督做伙活过来，即种圣神的工作带来活命的更新。这是今日经文在提醒咱的，毋通看毋到，毋通想毋到，黑白甲伊合伊求。总是咱要安怎来了解正确的祈求是啥？对上帝真实的认捌是啥？上好的方法，逐礼拜来听牧师讲道，对无？靠牧师含咱解说圣经，也是讲完来解说圣经，也是拜二下晡的查经班，有人有来参加无？我知影我的阿哥用丽姐有来参加。有人拜二下晡来参加查经班，拜二下晡对无？即马改早是因为上台无上课，所以早时来查经，安尼真好。拜六嘛有查经班对无？安尼才会当来了解上帝真正的意思是啥。阁有啥？阁有祈祷，阁有家己来处理。逐工爱读经，大家嘛会当靠一寡基督教的出版品来了解上帝的意思是啥物，信仰对咱生活有啥物影响。好亲像一本杂志，叫做《新书架杂志》，那个叫什么？工商时间来得猝不及防。这本杂志就是来帮咱大专青年因来了解信仰的一本杂志，咱用信仰的、理性的、本土的这三个观点来望学生、望青年、望莫讲学生青年啊，这本杂志吼，咱老基督徒摕转去看，嘛真有帮助。好亲像这本是上新的杂志，讲到教会可以色色吗？教会可以涉入社会吗？这件代志来和大家分享，包括长老教会，敢所有人拢是昨投票结束，拢真艰苦，嘛无一定啊，嘛有一寡人真欢喜啊。为什么有一寡人艰苦，有一寡人欢喜？这本杂志拄好，这本杂志内底有讲到这件代志。咱长老教会敢是所有人拢是？无一定啊，嘛有一寡人是，对无？安尼为什么啊？这本杂志在和大家讲。请问哪里买？咱后壁有订购单啊，外口嘛有真济，欢迎大家来订购。透过真济好亲像新书架杂志，还是外口咱咱嘛会当看到更新月刊。礼拜时阵牧师讲道真无聊，就来看更新月刊。更新月刊嘛帮助咱看见别人的性命，伫基督耶稣中间安怎得到改变，迄嘛是真好的基督教的出版品。透过这基督教的出版品，就会当帮助咱了解保罗所讲的基督的丰盛是啥物，异端是啥物，这异端的想法有啥物无共款。这个作者嘛透过因解说着福音，解说着信仰，解说着咱爱有啥物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会当帮助咱，好亲像保罗来警告咱每一个人，对上帝莫有错误的认捌，嘛含伊做伙来提醒咱家己，爱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认捌。莫互名声、人情、势力来引诱、来颠簸、来迷惑。爱每一个人真实认捌、听探命令，主来行正路。毋通倚靠世间的法度，爱倚靠上帝来正确方向来前进。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大家阮拢期待主啊，你着爱相听。总是阮伫安尼祈祷的时阵，求你帮助阮每一个人，搁进一步来思考，阮对你的认捌是正确的吗？阮对你的祈求是正确的吗？敢有合伫你的心意？敢有合伫你的信仰？求你帮助阮每一个人，透过每一天的读经，逐礼拜中听讲道，还是阮日常的信仰生活。还是咱来读一寡基督教的文艺事工的杂志出版品，互阮更较认捌你。阮知影要安怎来你祈祷。迄时阮含你讲，主啊，你到底有小听无的时，阮真有勇气，知影阮望你小听的是合伫你的心意。求你帮助阮，求你教示阮。你现就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免。咱来唱回应诗，歹势，咱来读新的界面。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个了解是全律法的真理甲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变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咱来用回应诗。这个就好，这个就好。
即马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告白。奉献的意义在提醒我们，不是财富资源的拥有者，我们是管理者。上帝要的不是我们的金钱，而是代表我们愿意奉献我们全所有的心。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伫基督内面得到丰盛的性命，信心坚定，心存感恩。今仔日是主圣主日，阮将奉献摆伫你的面前，特别为新使者12个事工献上祈祷。愿你使用这项文字事工，成做少年人信仰甲生命的帮站，引带阮定根基督以及台湾这片土地，无受世间的价值观来影响。愿你感动阮手所做的，嘛愿阮的生命伫你的听内面得到更新，真实来倚靠你，因为你的听。互属你的囝儿学习彼此扶持，继续伫信仰来成长。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嘛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今天有一个是杨琼珠姐妹哦，就是我们有一个很久不见的姐妹，就是杨琼珠姐，她就是因为，琼珠姐就是她就是现在是在家里附近礼拜，所以她就很久没有来了。我们要。谢谢你介绍。好，我再帮你补充。好，我们请特派记者徐雅婷到台不是徐雅婷牧师。少年人好，今仔日吼真欢喜吼，会有看到迄小辉是吗？啊，很开心吼。好，你如果不要我看到你，然后就要介绍，你就要每个礼拜来，这样我就不会介绍哈。当然有许久未见啊，当然刚刚有介绍了琼珠姐，还有我们那个今天的台师长青哈的同学们，好啊，那么就一起起立，好不好？让我们欢迎你们。是，好，谢谢，好啊，好，请坐，请坐，谢谢。好，还有吗？没了，目前就2张。那接下来是消息报告时间。那今天是慈善主日，就是我们感谢王博成传道来为我们讲道，然后也请大家就是持续为新职者祷告。你还有在要业配一下吗？书本去哪里买啊？好，大家平安。我即摆伫新书者在集赛做执行主编，然后邀请大家会当订阅《新使者》杂志。总喜欢《新使者》杂志伫即摆这网络的时代，阮全文拢有上网，所以你会当伫网络顶悬看到阮全部的文章，安尼真会好对无？毋免订就会当看。
总是做即种真会好诶代志，爱靠真侪人诶奉献，才会当互遮个知识会当传互更较侪人，更较认捌上帝。所以感谢高田教会已经真做咱新世界杂志真久诶伙伴教会。继续支持阮的事工，互阮会当帮助更较侪人。嘛邀请大家会当伫网络顶悬看阮杂志，而且今年阮有圣诞特刊，阮逐年圣诞特刊拢会送去监狱内底做监狱的事工。大家想讲，阮为虾米爱送月历去监狱内底要创啥？监狱内底同学因拢伫数馒头，虾米时阵会当出来？所以阅历小小的阅历对你来讲是真需要的物件，所以我会透过监狱事工上在小本的圣诞课刊进入囡仔内底，互遮的同学会当算小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件代志嘛需要大家奉献。我嘛有这圣诞课刊嘛有市售版的，今年的市售版还未印出来。但是足水的，因为设计师是大家熟悉的人。是妇孺执事，伊今年做咱圣诞特刊的设计，真正夭寿水的，所以邀请大家嘛会当来支持奉献，嘛会当将这个圣诞特刊诚做礼物送互你身边的人，和因分享上帝恩典。如果前些时间就是大家在看到我在教会油桃杠饼的时候，就是我在烦恼新使者的那一个刚才讲的那个圣诞特刊，所以爱收听哦，有收听无？掉落来，我也甲大家讲啊，如果出来的话，我一定会跟大家讲的。好，那第二点是许牧师，就是8月14到8月15休假。然后休假很辛苦啦，白发越来越多了，很辛苦呢，什么都管呢，对，好，那我们也为他的休息，你休息需要代祷吗？出入平安，出入跟教会平安。你有什么挂心不下的事情吗？会有，对不对？那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祷告。好，那就是牧师休假期间会有加菲长老就是代理事情这样子。那8月5号跟8月10号周二查经班暂停一次，所以是2周的意思吼。那好，第3点是我们很久没有的，就是2天1夜的野外礼拜，是在9月27到9月28。那地点是在宜兰，然后我们会住在丽泽简世青儿营地，报名的费用就是大家自己看，就是详细报名的看下面。然后就是我是觉得应该会蛮不错的啦，因为其实长职同工们都很认真的预备这个活动，就到每个环节，连便当吃什么，然后连价钱多少钱都算得清清楚楚，然后还有这次的床位也比较特别跟复杂，所以也会花很多时间安排床位。那如果大家提早报名的话，可以方便长职同工们去提前预备，这样子很精彩哦，真的，食物也很好吃，我们都帮大家试过的。但是不是重点，吃跟玩不是重点，重点是灵修，会有一个灵修的活动。许牧师准备好了吼，好，看起来好。那我看继续，周6的读经祷告会就是8月9号就是暂停一次，但是也没有说真的暂停，是调整自己在家里看，就是台湾圣经公会举办的赏析讲座，然后这次要读的是诗篇，然后右下角有个 QR code 连结，就是有相关活动的连结，大家可以扫进去里面报名。然后第5点是关怀事务组的公告是。同工将于8月3号要把冰箱清干净，所以大家要在那个之前把食物跟自己的东西带回家。那第6点是教育组的报告是曾宗盛老师在就是9月17到12月10号
总共有7堂课是要讲旧约的路得记跟约拿记，然后报名也是请大家扫右上方的 QR code 报名。第7点就是教会的财务组训练，我们是邀请长职跟团契会长跟会计同工参加，但是呢，也是很欢迎，就是如果有兴趣的会友可以参加。那就是报名方法，就是在外面布告栏有报名表，大家可以填自己的名字，或者是洽新英执事。第8点，我们请施安长老来为我们报告。平安吼，这收支报告内底可能大家有感觉讲6月份迄款的数甲字拢有较侪吼，来直接甲大家报告一下。因为6月份有一笔较大的奉献，奉献互迄款的双年大学吼，是50万的奉献。支出的部分呢，因为6月份有迄款的办公室牧师甲干事的奖慰金另外就是讲传福会牧师的退休金这个部分就是甲大家报告一下。即马咱1月份到6月份最后累计的迄款的结余是99376以上报告。接下来是公祷的时间，我们请许牧师来为我们带公祷。搁一遍感谢保险传道伫咱的中间，大家敢知影？这是咱家己教会培养出来的青年啊。随便咱教会长期以来是新书架杂志的合作伙伴每一档拢有甲因奉献所以伫咱教会的迄个教育厅那边你会看到那边有一套新时的杂志各种不同时期的你会当摕来看这是咱平常时咧做的即马咱的家己的青年伫新书架的杂志来担任执行主编所以你若是有感动你就请唔免客气，知无？你敢听我的意思？你若有感动的，请唔免客气。爱赞声知长期要长期为着普贤团的甲伊所服侍徛起的所在愿主来祝福。伫遮伫咧祈祷进前咱诚做教会来关心台湾甲即个土地，检测对昨昏台湾的公民的运动咱有无共款的想法，嘛有无共款的选择，但是咱爱学习，诚做民主的国家。诚做真心疼土地的人的时阵，咱家己对民主的看法、态度，阁有意义，咱嘛爱坚持落去。所有每一个参与的人，咱拢是即个土地的主人。你只有继续关心政治，毋是因为伊的结果来受气哪定，来欢喜哪定，你着爱继续关心政治。继续祝福保守台湾的民主自由，继续疼这块土地。你只要不冷漠，对政治不要不冷不热，那这就是台湾的民主，台湾就会往前走，知道吗？知道吗？很好感谢上帝。所以咱伫咱的中间会当听到无同款的声音，迄是稳定。爱学习面对，爱找到台湾头前的路，迄嘛是稳定。所以咱也要为着台湾，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真心感谢你，因为人甲国家若是要成长，阮就爱有学习的机会。阮感谢你，享受教会来培养起做阮的灵魂，阮的信仰。阮也感谢你享受台湾国家，诚做阮的母亲，互阮会当伫即个土地学习民主是虾米款。
主，我要为着台湾当成做一个民主的国家，水的国家，勇猛力。因为万在，如果我们想要深化民主，我们不是只是停在结果，而是从结果里面去思考我的想法、别人的想法、同款的意见、无同款的声音。主啊，求你予阮谦卑的心，阮拢会当听，阮拢会当学习。因为伫这中间，相款的事，这拢是阮的国家，这拢是你所想事的稳定甲土地。所以帮咱阮继续往头前来行，迄才是赢，迄才是赢民主、赢台湾、赢伫信用的内面。也帮咱阮人民有权利做选择，但是嘛有态度、负责任，因为你想使阮开来，爱照顾国家，爱照顾人民，所以求你，予阮有面对的态度、负责任的开来，鼓励阮伫信仰内面，毋干那是听国家，伫信仰内面也为着伫阮中间心心灵无平安、破病艰苦的人来祈祷、来仰望、来陪伴。来甲因相甲斗阵，伫阮社会内面有侪人失去，因为天灾人祸失去性命。主啊，阮实在是悲悯，性命是这么的脆弱，情感是这么的难过。但是主啊，阮有缘要伫这内面互相祈祷，互相帮赞。互相扶持，永远徛伫阮每一个人的身躯边，做伙来努力。求你祝福伫新书这10集，因的服侍顶面，因透过文字，透过侪信仰的思考，来甲社会，来甲教会对话，求主也大大使用因的服侍来祝福。来阮即个土地，祝福伫教会中间。主，愿阮的性命所思考、所祈祷、所做，归荣光互你，也愿你属天的平安，特别伫即段期间，大大赐福伫阮正人的心中。同心感谢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吟诗。请起立。伫恁的生命内面有上帝的真理甲话语，佮有伊的圣神固守伫恁的中间。伫恁的生活顶面，恁会拄着患难、艰苦、欢喜的代志，但是毋通袂记哩，着祈祷，我靠上帝，透过你的信仰的人物学习甲行做，结连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互伊使用你的人，
你的心、你的话来归因跟后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要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好，大家平安吼。那你们可能想说，我拿麦克风要干嘛，对不对？没有吼，我对这段期间吼到昨昏一直到今仔日吼，我家己真做一个牧师吼，我嘛伫咧思考吼，甲祈祷甲反省吼但是我感觉着让我这个算是工商时间啦，好吧？因为我有在要讲台哈。我其实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嘛是真心的感谢上帝一件代志哈，就是讲当我们一直在讲民主的时候，其实我很感谢哈。那一天前几天在跟青年聊天的时候，才发现说，哎。